惠山古镇历史悠久，古迹众多，文化底蕴丰厚，号称无锡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。惠山古镇和西汇公园可一并游览，公园里有著名的寄畅园，孕育出二胡名曲、二泉映月的天下第二泉等景点。惠山古镇集人文之萃，得山水之美，千百年来一直是本域民众的精神家园和游历之地。核心保护区内，祠庙文化、名人文化、泉茶文化、园林文化、泥人文化等汇集于此，素有露天博物馆及文化宝库之美誉。惠山古镇景区自古以来以江南第一山、西山晴云、圣地名泉而闻名于世，风景资源独特灿烂。这里不仅是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最好的见证，也是历史文化价值精神家园的一大体现，更是真实体验老街现实生活的极佳之所。宁波属于岛的会计都纯现代化的东西，宁波属于就跟大连似的小渔港那类的东西起来的，它没有文化底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别碰着你的东西啊，包小心点，碰你刮着。特意，这桃子特意做出来的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它太贵了，它这晃价太高了。对。不知道，不是这个东西。笑死我了，真的是。但是个江南都有这些小景。回去跟张乐强别表示哎这个地方好的不得了了，别给人他那种感觉啊。没见过。这东西就是说挺好的，还算行，不要给他让他感觉到哎呀这地方你喜欢的不得了的那种啊，自己留点深沉。再话说回来，这要是女孩子得给她一种神秘感啊。但你不是啥观念，你又那什么的，没准驻军上海北京的呢。是一个时期一个人的一个思想改变的不一样。真要万是真要回国出了一圈读博了，有见识的，对你真的方向又转变了。这是一个想法。但是也是肉乎乎的，4个也是差不多吃饱了。好吃。好吃，这玩意儿挺好吃。说腻吧不特腻，说不腻吧还有点腻。
绣娘丝绸。对，还带了。嗯。啊。8点钟以后，8、9点钟开始。年轻人行啊，咱这代人，咱都没上过酒吧。上酒吧上都得敲门。你这样，咱上了宽窄巷子，那天晚上你说，哎，是喝一杯去吧？应该这做一下子，对。人家民谣都从那块走的。嗯，但咱没去，咱没做。今天晚上咱上上海找地方，上苏州找地方。苏州小镇，然后有点什么可以去买。行。它现在地销都不贵。苏州不，苏州去找大碗茶喝，唱评弹，听评弹。嗯。我感觉你俩像花我的钱，就像。那你俩啥？像花你的钱一样。不是，你俩花我的钱，现在就好像就是。眨眼睛。那他说这个不贵，苏州不去了。拼图。完了那个说的，这个这个好像价钱差不多，跟万达似的，挺便宜，不都耗着呢？啊，这俩人配合的，都花我钱。那你咋整？在那往那一坐，你说，完问你了，你说好吃。我说好吃，我找你呢，别这事儿。不去。现在花多少了？没算。等他回去把你那个卡，从到那啥的时候，回去还得还他一部分呢。都从网上弄的。不，从网上弄的，回去把那个，哎呦。账单子对一下子出来。账单子一对，咔，你不用对，就一打就完事儿了。从来到现在才花多少钱？看着。咱俩在大连，咱俩在上海还有点事。这小狗也精神，对。就这几小步，哎呦。这小柴犬。跟踩摩托步似的，妈呀！咱俩在上海没花多少钱，人家咱俩上海吃啥没花多少钱，在这儿门票呼干净的，但也值。值。一家三口难得出来一趟。孩子吃东西吃的也挺好。要是吃这些东西，没说哪个难吃，都挺好吃。还真的不我现在安静了，拿别的吧，那再来。哎呀，我还在这后面。看多少钱去买一个吧，买一个今天晚上在那儿。这个什么都有攒。就是那个。就是花生。就是那个小麻花。这干嘛呀？别吃了，你太油了，哥们儿。你给他留点遗憾，让他将来自己来吃吧。这面烤榴莲。出来了，妈的！谁？谁？波特。谁？波特是谁？哪儿的？别疯了似的买那些玩意儿，往哪儿放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
等到这些我以后有家了之后，都已经绝版了，你到时候想摆在家里，你都买不着了。你家大行啊，你家大你整个正常使，俺家不行啊。你懂吗？我找不着了。在这边上学，一个寝室，一人这样便宜，买一套，换4套。那个这场演唱会多少钱买？多少？旗舰店。这个还这个不是荷叶味儿的，让你爸尝尝。啊，不可。走了，他昨天就关门了。瞧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学生特别喜欢我这个。什么东西？晋江卖的。最熟悉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最熟悉。他把熟的。啊，完了又腌一下子啊。它和广东那个生腌是不一样的，一般人不吃生食。对。那个还挺好吃。啥吃的就这种吧。西湖海。哎，到了，你开始录吧，咱就把它撤出去了。还得走到头吗？不，到这个桥了。那咱怎么往外走？一下子啊。然后咱就从两边插出去。啊，能插出去哈。对。取个这个景儿。经过了地方。我那人给那去那边。那边你都看见了。嗯。哎，你这